欢迎收看福喜来航空比播。小朋友不用出街日咧，顺顺咧动脚就多的哦。相信有动到的爸爸妈妈已经开始要听诉小朋友规划一下出街的时间要做嘛个较好喏。今晡日航空比播带本大家就可以咧航空的夏令营哦。今晡日来大家小家咧就可以啲主动怡保县的有机农业然后交通太好，向下后来合作嘅一个发通就係有機營業農村嘅體驗營哦，有有機嘅農村，有營業哦，有做得有啲嘅農村地圖談起來真係動豐富哦。故所以下就先來分享今晡日來賓哦。第一咧就係怡保縣嘅有機農業嘅負責人就係陳立良陳太公哈。大家好，我係頤和園有機農人陳立良。好，什麼來？還有誒，順豐咧就係啷個啲就係交通大學佢係愛惜嘅交大分會嘅經理哦，鄭元杰，元杰你好。大家好，我係鄭元杰。有些定總嘅用嘅，唔係漢人啊，故說可能等下講嘅時間就清兩堂啦不會講中文讓分享嘅。不過剛才一開始也係人大家就提到啊，現代人食東西係唔係越來越注重空間咯？陳太公係冇？故說有動到嘅人愛買東西就會提到，也係唔係有圖嘅？唔係有圖嘅，又行去問講，也係唔係有機嘅？係冇？故所以頤和園頤保縣就係有機嘅農場農業咩？做啲老大家小記下，也就農業地圖係種嘅乜個東西，係乃叫開始人嘅實力咧咯。一開始就係種也有機嘅係冇？頤保咱透過在民國85年開始，韓家下政府開始做有機嘅學士，前來因也先做人主動進來用橋來去做，可能用有機才多啲人物嘢來種翻。所以家下人開始嘅時候，其實應該講透過用當到農藥啱先有種用摩農藥嘅方式就好難。所以講人開始嘅時候，因是開始用溫室。用溫室大家烹大家烹然後同農民講，一啲就烹搭起來嚟沖合物咯，所以你合唔是用嘅嘛，繞佢來烹人學長開始溫室，人開始做，曬啲古土。糖豆嘅有機嘅，唔係就係先育土，那不是要先養土？土壤跟那又沒有注意，然後就跟那全部係僵硬，做唔得就。農藥嘅殘留它就最重要的重金屬，咪做唔得要，就做唔得要化學就錯嘅。水質水質咪當重要，所以講那一個好，水也沒當重要，它應該完全純淨沒有污染種出來的蔬菜，才是真正健康。唔過而家講到係85年開始嘅化學，民國85年。唔幾樣時就開始做嘅哦。我唔係啊，家下我創面樓啦，大家要教中途呢是開始做。有機我家下喺地科技園做調價唔係做調價，是做啲田螺相關嘅個行業新貴科技新貴，新貴是沒有啦，很辛苦啦，很辛苦對。唔過幾樣時要推廣一下有機嘅時節可能要動到老一批嘅人，就係像係聰明咯老一批嘅人可能咪會東南接書係咪？第一種分嘅時節啦，係嘛？透過種嘅時，種唔重要啦，就講種有機，唔是寫咗個，還唔是用化學配，種唔到嚟曬嚇，大地方咁講但係你慢慢的啦，是講先用摩托嘅方式，將化學配減用減少，到兩下嚟完全冇用任何的化學肥料，然後沒有任何的農藥。因為土壤它已經恢復健康，所以啲種菜種起來好強壯，菜苗長出來也是長得還不錯。唔過剛剛講一開始唔係做野嘅咪，係做新貴啦。唔過唔係那時開始安尼接觸嘅咯，係你也還沒有兼着做。透過聰明佬仔，我你是陪老婆回娘家嘛，就開始偷菜嘛，因為丈母娘會塞菜給你看，塞菜給你帶回去哈。所以透過是聰明佬為那條菜俾你帶咗啦，你咪要看啊，看。嗰樣是冇種，切間冇種。冇種全部是看天哈，看然後地道用白銀嘅東西哈，你咪多少有了解，因為我本身就會做，就學嘅經營管理，所以講家係講有可能一傳統嘅農業，加到呢啲下
好信来 tell no，科技的方式，再加上现代的一个经营管理的模式，也许可以帮我们的农业带出一条比较新的一个方向。古早计用是从明路伫咧做呀有机的时节啦吼，含迄移佛盐安尼，就迄一家伫咧农体安尼。我刚开始就蛮大规模。哦，对。不过呀，你种的东西啊有销路嘛，有通路做得卖计用时啊。透过种是讲，你自家种哈，你也是讲农民自家本身好唔会卖。所以刚才讲生产，或者就松本宁啊嘛个。没是讲，刚开始讲，你也生产到销售哈，一直都是个障碍啦。就是种啥当为种，农民当为种，唔晓买，还买啥当为买，我唔定要买人种。啊，是讲。所以讲到薄木叶的这种种到木叶很摸卖出去就勉强讲，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像我现在一直在致力在希望能够把生产跟销售能够让它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哈，把这么好的作物给我们的消费大众来享用的一个过程。不过你刚刚有讲到一开始唔系做牙啊，计用是系用的伊咧转变咯。你有冇想讲好了？做农好诶。你就透过就看嘛，是讲按好的东西哈，是讲按恁来有机的农业的东西对环境哈，对那土壤啊、水质都当好。用的六项小率结合安尼。啊，尤其对恁来身体咪当好，或者按好的东西用把恁来把它发扬光大，来对哈，还有你聪明咯，年龄啊太的哈，刚好你走科技也走都没，也算是很辛苦了。要24小时待命，要待命，因为透过你走在安全的嘛哈，那个大楼安全监控，所以24小时要待命哦。水墨些手机也表顺条呢，哦，万一天发落以后马上要出动，就听到一个问题的改建，冇改建，cái quy động thái咧話安全有問題，所以講家下佢咪當辛苦，按九字後身體咪唔好，是講好啲家下要基礎加緊，為轉移出面落街拿掉，所以按緊看我們想起來按緊沒辦法啦，那乾脆就把科技業就放掉，一開始就按你不用睇到，冇啦，那轉移停5年，今年停5年，停5年咧就錯嘅。哇，談起來啊，也移佛驗證定做嘅動道嘅有機嘅東西，聽嘅來啊，做到一下身要一聽嘅伊咧規模嘅啦，吼。規模冇啦，是講係即個冇期限啦。唔過聽講吼，也移佛驗啊，吼，咩留動道嘅發通啊，還有衝入來嘅咩喺留交通大學做伊咧合作吼，做動道嘅發通，就喺呢度都得推廣吼，大家農村啊，還有有機嘅部分。那就很想問袁姐啊，一開始是怎麼跟陳大哥認識的？哦，那我主要是在我們社團跟陳大哥，在我進來的時候就已經合作1年了。哦。對，所以說我是大一的時候就直接到就是陳大哥農場做學習這樣子。不過剛剛一開始有講過吼，就是 ISEC， 做對老太家講一下，呀 ISEC 係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安尼，東從安尼，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古時候呀，底度會底下做嘛個，很用的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啊？哦，那像 ISEC 它其實源自於2戰那時候，在歐洲那時候有就是幾個國家的青年就會覺得說，我們對彼此國家不了解，所以才會導致像是誤解衝突，然後最後才導致就是戰爭的發生。所以說他們就想說用人才就是交流的方式來透過讓彼此更認識。然後就可以消除戰爭，然後達到世界和平這樣子的願景。所以從2戰就開始。哎，對，主要是從那邊開始。對，那像到現在營運也大概60-70年了，所以在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都有這樣的組織。哇，所以那光在台灣呢有幾個？在台灣的話，15間大學都有，那包含台清交成鎮這樣子。那你當初是什麼吸引你會加入 ISEC？當時就看到就是有很多外國人，然後覺得可以就是認識到很多不同的文化，被騙了，就是想說就是見識更多不一樣的文化這樣子，對不對？不錯，因為你剛才有講到說你這個組織其實是會有接待，就是會有國際的部分嘛，對，是的。那也會有國際交流，學生交流，他們過來，我們過去嘛。對，就是雙向的。所以像你自己本身也有接待過哪些學生嗎？就是國際上不同國家的學生。像我從大一到現在，大概接待應該有超過20多個不同的國家來的人。那像是有馬來西亞、德國、墨西哥，還蠻多個國家這樣子。可是像我們現在我們熒幕上也可以看到，就是你們其實有一個叫海外的計劃，海外成長計劃，是不是？
哦，是的，那主要就是把台湾的青年送到世界各地做志工服务。可是我们现在常常讲志工，请问去到那边是真的有在叠天数你看吗？没有发现哇，一到公园有没有看到花世界毛汹涌有没有？对啊。是去到那边真的有做些跟哪些组织合作吗？哦，那像我自己在去年寒假的时候有去过马来西亚，那时候我去的话，我有到当地的就是流浪犬服务机构去做2天的志工服务。那此外，我主要工作是到国中小就是宣导台湾文化这样子。哦，宣导台湾文化，对，是跟他们讲说台湾有几好搞哎嘛，就是有多好玩，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去的那些国家大致上都会知道台湾吗？其实很多都不知道所以才需要去宣导，是不是？对，就去告诉大家这样。对啊，像我站上台有时候分享的时候，就大家一开始听都是不知道台湾到底是在哪里啊，或是到底是怎样国家。那所以我会像是从最简单的就是地理介绍，然后到后来就是像一些简单的历史脉络啊，还有就是一些文化，还有像现在台湾就是著名的景点啊101之类的。对，那我会透过照片和影片的方式，就让他们了解。所以这些是在你在大一的时候，就一进去的时候，其实是会先培训的嘛，会训练你们的嘛，会有上一些课嘛，就是 Isaac 在台湾的，就是学长姐啊，还是谁会告诉你们要怎么做，是不是？哦，在我们出国之前，就通常会有安排几堂课程，就是像会让以前的学长姐过来分享，他出去到底像是分享台湾哪些好玩的啊，或者是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出去的时候，学长有教我们做芋圆。芋圆哦，藕泥哦，对，就我就当场就在那边做，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可是这样子，你材料怎么取得？就从台湾带过去。对，有时候在国外，像马来西亚，有时候也可以买到像是那个地瓜粉，其实也是买得到。哇，真劲呢！哇，古时候根本也说给本太解吼，就迄有咧邮寄的，吼有老国际有关迄个吼，有老农村有关迄个伊咧哈林羊哦，送来吼也在哈林羊地度吼，很用的伊在发通哦，也哈太家先来，也可以好等下保本太家地哦。